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孙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不知道的什么叫客家。客家，广东话又称客家，我们客家人自己把客家叫做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等这一系列的语言。那么客家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，中间有很多的历史名人，比如我们的张九龄，还有文天祥，还有我们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、石达开等等。那么客家是什么呢？大家都不知道，对吧？很多人认为我们客家是一个民族，不对，客家人也是汉民族，是汉民族的一个民系。在客家人在整个世界上来说，有1.1亿客家人，在全中国有8000多万客家人，这8000多万分布在全中国很多地方，其中广东、福建、四川、江西等等，这一些是客家的大省，还有一些比如陕西、山东、河南等等都有。但是我们客家话起源于阿姆语，是3000多年历史的阿姆语，到现在为止我们客家话有很多的词都和阿姆语有相同的关系，一脉相承。大家了解客家，也了解客家话，但是真正的了解吗？其实客家话并不是那么难。比如说我们说的吃饭叫食饭，中午叫走边，儿子叫来子，女儿叫么子。这些客家话的一些小语言包含了3000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，所以很多人也说，很多学者也这样称的，客家话是中国历史语言传承的活化石。我们客家人秉承一个理念，宁卖祖宗田，勿忘祖宗言，就是说我们祖宗留下的田地我们可以卖，但是我们的语言那是不能卖的。有3000多年了，所以我们一直传承下去，这是我们的客家话，这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东西，这也是汉民族祖先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们不能忘。客家人有一句至理名言，叫天下客属一家亲，那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讲我们天下的客家，不管走到哪里，你在中国也好，在国外也好，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这从大来说也是反映到我们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，不管你们遇到什么，记住我们是中国人，一个道理。比如说你出了国以后，不管你是广东人、四川人还是哪里人，别人问你是哪里，出了国以后别人问你是哪里人，你不会告诉他你是四川人或者某个小县城的，你会告诉他我是中国人，一个道理。到现在我们客家有很多优秀的人才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包括我们近代历史，红军的发展都有我们客家密不可分的。客家当时的闽粤赣一带大部分是客家人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等等发展红军的时候，就有大部分客家参军。这些客家军人为了我们的民族独立，为了国家，进行了抗日战争，进行了解放战争，进行一系列的斗争，最后人民当家作主。我们血战湘江都会有很多客家兄弟参战，当时血战湘江里面有一战是7000个客家兄弟，当时是红军客家兄弟打下来的。所以说
我们客家是一个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一部分，这也是我们汉民族的一个骄傲，也是我们客家人自己的骄傲。今天我们聊客家，让大家了解客家，让更多的人懂客家，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。其实客家文化不单是客家文化，也是咱们的中国文化，也是我们儒家文化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我们的下期节目更加精彩。